劳动部伫分家南上大场的就业博览会，大概22、23两天设伫新港3月台南中山店。第一天就客满济济找头路，或是希望换头路民众。因为这摆总共有70间厂商，超过3700个工作机会，不止8成以上是分家南的职缺，更有将近9成强调无经验嘛愿意培训的工作。加上台积电等半导体以及生物科技、资讯安全等创新产业拢进驻，增加民众求职的意愿。发现现场有蛮多的科技业厂商对我们求职者的帮助很大我们就可以直接锁定我们要的那个厂商来做投递应征。那我觉得这个也会提高我们被录取的机会。今年的摊位的家数非常多，而且有科技业啊、服务业啊、一些传产都有。然后所以说包罗万象，而且薪水待遇也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找工作应该可以找到我自己想要的工作。规划同工包括劳动部政务处长王安邦、副局长叶泽山、劳动部发展署副署长钟进基等贵宾，拢共同主持开幕仪式，这会为找头路的民众加油打气。2024台湾就业通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正式开始，请启动。就是在职场，无论在工作条件，甚至在职业安全卫生，甚至小朋友对职涯的发展，对于职业领域的理解，我们都希望未来在就业博览会可以呈现。也就是说，从0到100岁，你不仅仅是你要找工作，你可以来；你想要认识职场，你也可以来。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黄金金店面，它会让民众更了解职场的现场的样态。改善工作环境的一些条件，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投入到升级的所谓的传产的一个所谓的领域当中。所以我想我们面面都需要去考虑到，这是对于我们寻求这个工作的朋友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场主要精彩活动也规划产业展示区，也就是邀请这些特色厂商伫现场实作，希望打造产业经典面来吸引民众眼光。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